来到车来车往的高速公路林德服务区广场，设立侪单位，都是林德中州中心社区的农特产品，也是依照季节性持续甲小农合作的行销活动，场面相当热烈。宣传会中，主办单位表示，因就是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透过经营的统一超商来好好支持在地小农，好经过用路人更了解中州的特色文化。借由这个的机会，能把我们的仁德跟中州的一个产品介绍给我们的用路人，甚至于说他经过这边，你能下来看一下，能买一下。还有我们中州有很多，好像蛮多，像那个保生宫啦哈，还有我们蔡家古厝，要玩的地方也很多，我们欢迎他们过来。那我们高工区这个的立场呢，就是我们提供一个最安全的环境、最舒适的一个可以去用餐呐、可以去购买这些东西。我们的产品不会比外面贵，应该是小于等于啦哈，一定是非常实惠的哈。用一些脚踏车，就是我们刚讲的 T 背嘛 ，T 背也在游我们的一些中州的一些区域，让我们的用路人能够食当季、买当地、游在地啊，这是3个地方是我们统一超商非常的推广我们在地的农业啊。这次真的也感谢里长有赞助一些地区的农产在做义卖。其实我们做义卖的这些金额，我们都长期赞助跟我们长期配合的以恩关怀协会，这是我们去做的。会中为期3个月展览，进一步要小解中州泡菜、乌麻油、加豆腐泥等农特产以及农村的观光旅游，让大家吃在地、吃当季、佮游在地多元选择。有个将1800人厝的观赏林调。中州的部分呢，跟我们的中生社区其实一直在致力推广我们自己的在地的一个相关的产业活动哈。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交通部的这个南区养护工程分局这边跟我们统一这边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哈。那非常感谢，不管是吃的、用的，甚至佚佗，你都唔免传啥，只要一通电话卡的。伊若接会到吼，人来就好吼。因为不只是这个物件啦吼，包括着控油、骑脚车、观赏花海的活动吼，其实一系列的活动，有山有水吼，还有农村的一个特色风情的部分。非常的好吃好玩哦！开活动中，现场农特产品的销售所得，嘛将转送关乎义恩关怀协会，为经济弱势家庭尽一份心力。台南新闻，顾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